今年7月4日，高雄有一个查甫人，以半暝抵小鬼卡，伫西子湾附近甲人惊。警方接到民众报案了后，落尾是依照社违法，甲人移送法办，落尾该罚1200块。穿蓝色的衫甲牛仔裤，面顶缀一个恐怖的面具。高雄林姓男子8月20日半暝3点外，用这个打扮去西仔湾提花行游客。人家贴文是说好像是外面的民众。平常去透早的提花虽然无啥物人，但到暗时也是假日就变成约会的圣地。男子美伫较暗的所在看到一个人的游客，也是男女朋友，就对后壁接近惊人。但提花边就是肉粽角，若游客惊甲摔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种行为本来就很不可取啊。然后再说他们就是下情侣，然后又在防波堤旁边啊，万一如果有人落海，他要负责吗？吓到人也不好啊，而且又在海边那么危险。因为迄时阵是农历7月，真侪游客互惊甲四界走，警方接到通报去抓人，以社违法上班，男子互罚1200块的罚款。警方经民众指证，在本辖哨船街查获林姓嫌疑人。林男虽辩称无吓人之意图，为报案民众指证立例。警方依设置法63条1项6款，移请裁处。万圣节特别到啊，即寡惊人的面具伫光头白去看无啥物，但若起来恶意惊人、危害别人的安全，就可能涉犯社违法，会使处3天以下的拘留，也是3万以下的罚款。提醒民众要惊人，千万唔通收超过，以免违法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